我第一年回来中华职棒，就是父亲就有叮咛我说，希望用原住民的名字。那我相信这个名字将会带动中华职棒很多原住民的球员。马雅吉路的意思就是帮助者的意思。南佑是阿公的名字啊，那阿给是阿公给我的。阿给的意思就是疼惜的意思嘛，因为我非常尊敬我的阿公，我想把他的名字放在我的背后，这样一起在职棒球场上努力。那这个名字也就是我真正的名字。我们是原住民，然后让那些部落的同胞也可以看得到我们在为原住民发光发热。卡古金马雅吉路，南雅给金米兰，马雅吉路金米兰，金南雅给卡古。未来的棒球竞技场上，将会有更多原住民穿上专属原住民球衣，看见我们，请大声的呼喊我们，在这任。